我讲，这个保存文化是真重要。咱头一班会安军心和神伫这个温泉博物馆，就是甲前辈者来配合。啊，即届前辈者就是孝训换传予这个学生，这个学生今仔日来表现。那以我老师解拍，已经是99分啊啦，吼，已经是达到老师的要求啊，真辛苦。一个词，一句话，老师是用心伫咧甲因调度，啊，大家真乖，真认真，啊，拢有达到这个目的。天高昏昏，用的退，发下河炮，可惊天地，滚打手着滚，静静恶见，回地来见君面。有阿妹门表小妹，看着头家着连体，请我来这要做啥？希望讲，这学生以后是一个国家的栋梁。阮若是退休，就要换这个新生爬起来，会当亲像老师的精神，哦，老师的教法，因拢总知影，会当搁下一辈的人，会当搁传授这款唱念的功夫。为何是？